今日帶大家睇下一個位於跑馬地黃泥涌道75嘅豪宅雅景大廈。呢度咧行出銅鑼灣咧都係10零分鐘，尺價咧仲好吸引添喎，11000幾蚊尺。同埋呢個樓盤咧附近亦都有幾個地方咧俾發展商收購咗嘅。咁我同大家慢慢介紹下先。而喺呢棟雅景大廈嘅旁邊咧，粉紅色呢座、灰色呢座同埋條紅色嗰座咧，亦都俾發展商收購咗啊！同大家一一講下佢個收購價先。呢一座咧就係黃泥涌道63至65號嘅安美大廈。喺2022年嗰陣時候咧，發展商咧就向呢度啲業主提出咗收購。收購嘅價錢咧就28000蚊一尺至到35000蚊一尺實尺。而第二座嘅收購項目咧就係裕華大廈喺黃泥涌道59號，亦都喺2022年嗰時收購咗，收購價咧就28000蚊至到35000蚊一尺。而第三座俾發展商收購嘅項目咧就係翠景大廈啦，亦都喺2022年俾發展商收購咗嘅，每一尺嘅收購價咧就28000蚊至到33000蚊一尺。而陣間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低層嘅 D 室單位，呢個位置咧就係黃泥涌道，行出銅鑼灣咧都係8分鐘到。呢度咧樓高9層，分開 A、B、C、D 4個室，單位咧總共有36個。雅景大廈嘅入口大堂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。今日咧同大家睇呢個黃泥涌道75號嘅樓盤雅景大廈。呢個咧係屬於一個 D 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咧有738尺嘅。咁另外咧呢度有2間房，其中一間咧係套房嚟添喎。呢啲樓咧特別實用㗎，大家一齊睇下呢個單位。由大門口入過嚟咧，我哋先經過呢個客廳嘅位置。呢度咧做咗一個 L 型嘅 sofa。呢邊嘅景觀咧就只係望翻文地利道嗰邊。而呢一邊咧就係飯廳嘅位置啦。旁邊呢個位置咧就係開放式嘅廚房嘅設計。而呢度咧就應該係酒吧嘅區域啦，可以望翻出去客廳嘅位置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入去主人房呢個位置啦。左手面呢個位咧就係睡房區。而景觀咧，呢度就係望翻文地利道嘅公園景。而主人房呢個位置咧，就做咗一個書台同埋衣櫃位。呢邊亦都有一個衣櫃。主人房嘅浴室，跟住咧，我哋就進入第二個房間。呢度有一隻 L 型嘅窗門，衣櫃。浴室嘅位置，而呢個雅景大廈值得同大家一提嘅咧，就係呢個樓盤旁邊有3棟物業，亦都俾發展商成功收購咗，分別咧有安美大廈、裕華大廈同埋翠景樓。而呢3棟物業嘅收購價咧，介乎每尺28000蚊至到35000蚊不等。
咁樣亦都可以睇得出呢個單位嘅尺價係非常之吸引嘅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嘅話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